Là ngôi để bắt sẵn.网易上写的是罗晋嘛？哦。 Sola, mi so chi chong ta sang
可以啊，小拉错。
曲中会上，雍正了。啊？要会不会了？会不好？不会的嘛。能不能把这个取了？取了吧？取了，不好看。我把耳机取了嘛，把耳机取了。那是耳机还是电扇啊？耳机。还去热乎嘛？中途不准跑哈，我跳完还就跑了。来了哈。来。我一会儿跑了怎么办？是不是个不能跑啊？跳跳跑了怎么办？可以说一下怎么跳啊？先说点跳吧。
这是小蛋糕。这是拉布娃。不晓得还是给他补嘛，小人们朋友们点关注啊！哎呀呀呀！啊，一生一世喜乐平安哦，阿弥陀的好。我说我开的是书，他们节目都不要我去的嘛。哎呀，他都不放心，我这个儿哪个放你们哪个都不懂。后来我开车都开到他们北岳县去，永州他们的家乡去。3地多少？没去过。把它剥了的了，给它剥了的，你看见有没有？3句。小区的菜。家
了，就那个。都比较短。需要可以，不是应该可以。对，往后可以，往后面可以。往这边。后面还在跳，你看没有？哎，一会儿。不是占土占场地，比如说，但是你花钱租下来是不可能的，费用就大。肯定是你只晚上但是跳了。你说那个老狗也不会想，真的妈的，真的平常都没人跳的话，清淡的很。还你妈那么大个店，没生意，没生意嘛啊，就是啊。你晚上那么多人没去吧？尤其他那个开那个是奶茶店，旁边那个。它那个是便宜奶茶店，不像那种高端的，像民族朗那种高端的藏餐店啊。那个他妈要靠人流量，一碗一碗的茶，一碗一碗的面来顶上去的。开玩笑，低端消费要的就是密集嘛。你低端消费，你如果人的密度你都不。他以前那个跳舞的时候，旁边有个奶茶店，生意多好，嘎。啊，有点像那个。他那个明显是作为低端那个奶茶店嘛，你现在看没了？对，以前那个，他家没搬嘛，没搬走嘛。我现在他那个开那个茶店，就是喊奶茶，他明显是作为低端那种低端密集的那种嘛。你没人流量真起不来，那么大个店开玩笑，200多平了，至少200多平嘛。你晚上嘛，至少会带点人流量嘛，你白天又没有占的位置。就是要靠晚上啊，白天有几个人没事嘛吃饱去做的。是噻。冬天冷，夏天又热，哪还去了？